针对芙蓉宝塔案，无党籍台南市长参选人柯忠信认为，黄伟哲无指派民政局处理业者定情，反而是家己甲业者食饭，而且阁是邀请律师的朋友来处理相关事务，指控黄伟哲已经违反公务员服务法。公务人员服务法第6条规定，公务人员不可以假借权力图利他人。那么这个公务人员包括黄伟哲市长，黄伟哲市长呢，接受业者的陈情，不请民政局长出来处理，而是到台北请他的好朋友律师，到高档的桃山日本料理接受他的陈情呢，那么律师的建议业者一定会认为说，我只要配合律师的要求，那本申请案就会通过，所以业者就给付了720万，结果还是没有经过，所以他去自诉他自己行贿。那这个行为呢，已经触犯了我们公务人员服务法第6条的规定。黄伟哲市长利用市长的权力呢，图利了陈福宇律师，然后也利用职权上的机会加损害于李瑞祥。除了指控黄伟哲违反公务员服务法，同时也有过后礼拜记者会将提出寡侪证据，针对柯忠信的指控，黄伟哲也透过市府法制处回应表示，黄伟哲并无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的规定。是有心人士利用一般民众无实施法律相关规定，刻意误导法律规定，以谋求政治利益。法制处指出，柯忠信利用媒体网络不实报道，而且无善尽事实调查，误导民众，是为选举无良的示范，令人深感遗憾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